来乡亲啊，今仔日9月28是孔子公的生日，嘛是教师节。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泰推出着伊的教育政策，讲伊若当选总统，就要甲原本的9年义务教育延伸到13年。另外，国民党最近一直在放出着南北合作的消息，佮讲侯友宜无可能做副的，讲郭文泰真不满哦。郭文泰讲。 哪有来甲人合作的条件是，我不爱做民调，我要做正的，这到底是倒一种合作的方式呢？教师节这天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来给蔡政府的教育制度。表面上是很多元嘛，多元入学，可是搞到家长学生都非常混乱。甲好康的政策旁旁出来，不离个最近南亚讲比南北合，而且侯友宜规定要做上大，传出郭文泰伫咧总的会期讲到国民党若是要安尼调，歹听话3字就送互伊。那我来跟人家。 做合作的条件就是我们不要做民调，然后我要当正的。我奇怪，那当时一听到说这哪一门子的合作方式？需要大家的更大的努力啊，包括在野政党之间，还有包括很多我们支持者之间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希望在野好朋友会当同齐来表示，不如个对国民党来讲，每个国都要先安内。前一暝互党员的一封批公开，内容写着。 全面调查党籍干部，严格监督干部任用，做好申请入党的票选，健全党部防护机制在内，大大方法宣示改革的企图心。毕竟民众党捌着黑、捌着黄的代志是也有受济，包括台南市党部总调刻意妨害风化红判4个月，捌参选台北市里长的党籍干部，叫起诉妨碍投票，起诉公权2年。福林县党部防野料甲乌队有咧交结，个新的市长高虹安的男朋友插政治风波。高虹安我们还是会协助她男朋友的一些事情，我也不觉得我是赞成的。但是至于说，那很多穿凿附会，我就觉得太过分。 大选拿来拿我轻，白是力量关键少数。国民党都要先安打家己党内人心，后一步前进一路才愈顺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